大家好，我係喇叭小學4年級學生劉應西，今年8歲。喺過去幾個月以嚟，香港人一直以和平、理性、務實嘅態度去爭取全面落實雙普選。可惜有啲政黨竟然臨時變節，有議員口口聲聲話自己硬頸，天生硬骨頭，但係去到最重要關頭嘅時候，依然放棄原則，轉軚支持政府通過政改方案。我相信好多人好似我一樣，唔希望見到有議員違背選舉承諾，喺下一次選舉嘅時候，能夠運用手中嘅選票去制裁呢一啲議員同政黨。可惜我仲未夠18歲，未符合選民資格，所以我喺度奉勸所有年滿18歲嘅哥哥姐姐、uncle auntie、公公婆婆，快登記做選民，發揮選民力量，用手中嘅一票將呢一啲嘅政黨同埋議員踢出議會。多謝。